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4月初3。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11节，以赛亚书第42章第1节到第9节，以比来书第9章11节到15节，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割抹。今仔日开始是受难周，过来的几天经文拢有4段。咱咧讲到帝皇时代受割抹，其实是一项非常重要，并且会通讲是值得欢喜一项事。因为基本上呢，这就是一个咱讲皇帝登基啦，就任某一种重要的职务才会做到的代志。就好啦，亲像无偌久进前，英国的前女王来死去，伊的后生查尔斯王子就登基来就任英国的国王。这个登基的仪式就有迄种受割抹的意思。这个受割抹伫登基，也是讲伫基督的信仰内底，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讲伫这个咱咧讲的圣周受难周的内面，伫耶稣的信上来讲，并毋是遐尔互人欢喜的一项事，因为伫这个真尊贵崇高的这个中间，有迄个悲哀的一个过程。这礼拜开始就是受难周，一般嘛叫做圣周，是大灾节期伫要结束最后的阶段。代表着耶稣基督伊被受难的日子愈来愈近。伫这进前，福音书记载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就是透过玛利亚的香油、香膏来割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安尼讲处在伊去吧，这是伊所留要为着我安葬的日所使用的。常常有送香人甲恁做伙，但是恁无常常有我。约翰福音12章第8节。咱若准用帝皇登基的这个过程来看，耶稣基督佮讲这个割抹是为着伊的死来备办的。那安尼，耶稣基督的登基甲伊的死就有关系啊。耶稣基督明白家己的呼召，就是伊为着世间人，为着上帝所予伊的呼召，所以伊就决定要来谦卑到死，并且为着世间人的罪来受钉死伫十字架顶悬。不但安尼，迄个所在犹太宗教的领袖佮计谋要来杀害被耶稣基督对死内底救活的拿撒勒，因为伊的割活成做耶稣基督权柄上好的见证者。这个宗教领袖的魂甲嫉妒的心，甲耶稣基督运动犹太的贪，拄好搭配起来，成做耶稣基督受难的杀手。约翰对犹太的评价非常无好。约翰伫圣经的福音书内底记载讲，耶稣的一个门徒，就是将要出卖伊的家里人犹太，讲为什么无要摕这个香油膏去卖300块银
来分予送向人呢？伊讲这个话，并毋是真正关心散车的人，乃是因为伊是一个贼，伊管钱，时常偷摕公款，因的心是恶，但是上帝旨意却是善。透过安尼的代志，上帝安排伊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来成就。亲像前礼拜六咱伫读经分享的中间所引用的腓立比书，伫昨咱嘛用着第2章5节到第9节，还是11节的经文所讲的。伊讲恁着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伊本来有上帝的本质，却无乱使用上帝同等的特权。伊颠倒自愿来放弃一切，除了奴仆的本质。伊诚做人，用人的形象来出现。伊甘愿卑微顺服到死，而且佫死伫十字架的顶悬。因为安尼，上帝就来高举伊，到伫至悬，赏赐伊迄个超越万名的名号。这符合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迄个香膏是为着伊的死来准备的。因为伊的死，上帝高升伊，伊就成做迄个超越万名的名号，万称万王之王，万主的主。因为亲像以赛亚书第42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安尼讲着，上帝讲：看我的仆人，我扶持伊，我竞选伊，我喜爱，我用我的灵充满伊。伊要为着万国带来正义，伊无喊话，也无宣扬。伊要伫大街顶悬大声宣扬，地上的芦苇，伊要压止；伫要花的灯火，伊要吹灭。伊要互人类带来久久的正义，伊无失望，也无睿智。伊要伫地上来伸张正义。昏倒的人要仰望伊的律法。上帝创造这的天来开展天顶，伊造地甲地上一切的生物，伊赏赐予人性命的开。主上帝对伊的仆人安尼宣布讲：我上帝呼召你，赏赐你气力。互你伫世间上来主持公道，我要借着你甲世间人立约，我要互你成做万国的光。你将要开深迷人的目睭，带受领的人出监狱，互乌罗中间的人得到光明。我是上主，这就是我的名。我无互其他的生命来享受我的荣耀，也毋准任何的偶像共款来受到恶乐。我所有言的事已经实现了。现在我要甲恁讲一项新的事，就是发生进前甲恁讲。所以希伯来书嘛印证安尼的应允。伊本来说安尼讲，但是基督已经来，伊做大祭司，实现遐的美事。伊的圣母搁较大，搁较完全，毋是人的手所做的，就是讲毋是这个被造的世界的一个部分。当基督通过这个会幕来完成伊的工作，进入到伫迄个至圣所的时，伊并无用山羊甲细只牛仔的血来献祭，
却用伊家己的血，为着咱取得了永远的救赎。诗篇36篇第5节到11节。上帝啊，你的慈爱悬到诸天，你的信实到伫穹苍，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你的判断亲像深渊。上主啊，人甲精生你拢眷顾。上帝啊，你的慈爱遐尼宝贵，世间人拢着来秘伫你的实骨的保护下。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盛宴食，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对你的光远看见光。愿你继续施乐慈爱，互捌你的人，施乐公义，互心内正直的人。毋通永远骄傲的人的骹吞踏我。毋通永远向恶的人的手来赶着我。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受割抹，为着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的顶头，成做阮大祭司，为着阮来献上怜悯的祭，互阮来得救。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